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胡市放量大涨啊。财联社10月24日电，市场全天震荡反弹，沪指刷新年内新高。截至收盘沪指涨0.71%，深成指涨2.07%，创业板指数涨3.57%，并且沪深两市成交额1.97万亿，比昨天多了3000多亿，马上又到2万亿了这算是稍微放量反弹吧，比昨天量大得多。关键是沪指创了10年的新高，但是这个金融消费者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今天是3000多家上涨，2200家下跌，也就是涨跌差不多。今天大盘创新高，也就还有2200多家下跌，那这个确实说明很多金融消费者赢了指数，输了钱，想回本非常难。而且这个涨幅中位数是0.26%，什么意思呢？也就是3000家上涨的股票有一半的股票涨幅在0.26%以下，这是什么概念？实际上今天涨的就是什么算力、半导体、存储芯片，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硬科技光模块这些东西金融消费者还是要担心因为这里面骗子多对吧？这算力牛股、算力的龙头好几只股票都已经演不下去了。那今天这个股票为啥大涨呢？网上也有传言因为昨天咱们都说了，这几天这股市走势一个是受特朗普影响，一个是受开会的影响。这个网上传言说大国刚刚订购了126万吨美国大豆，这是自2020年以来单日最大规模的闪购。为什么叫闪购呢？因为这截止到现在咱们还没有从美国买一粒大豆。说美国的这个农民望眼欲穿盼星星盼月亮，盼来自大国的订单并且还说本月双方代表重启了军事危机热线测试，就是双方有一个直通电话，一旦有事是吧，那直接就超级电话就打，对方就能接，这样避免在某些敏感地区真干起来了。说若更广泛的协议正在酝酿中，这些举措可视为建立互信初步步骤。这是传言网上传言。然后这个特朗普又说下周是不是要在韩国要见面，就是说释放这种朦胧的利好。贝森特又在谈判对吧？双方搁浅的这个贸易谈判又要重新开始，要继续开始。所以这些利好也有可能是今天上涨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还想提醒这个周末防止特朗普又变卦那为什么今天是科技股暴涨呢？对吧？硬科技、算力、芯片、半导体、存储，恐怕就跟这个会议的公报有关系。具体的大家自己去看我看了一下，就连这个一直唱多的李大骁，现在天天都在提示风险，也就是他的认为就是一直看多中国股市的，他的认为现在涨得太高了。李大骁说 A 股创下10年新高，成交量不足，不能支持全面上涨。说局部优质股份或有机会继续上涨，但大面积高估股票价值回归不可避免。这李大骁现在是良心发现他以前天天忽悠这个底那个底，各种底，现在好不容易底摆脱了底部对吧，来到了这个4000点，马上4000点对吧，下周很有可能就要见到了。这个李大骁一直在提示风险，好像过了3600点吧，这哥们就天天提示风险呢，是不是良心发现呢？实际上这个今天还真有一个利好，也就是胡市真正的利好从来不是什么算力、芯片，胡市真正的利好是管入治理对吧？管入这个信誉，管入这个叫基础性的这些政策。界面新闻10月24号报道说100万买银行推荐基金亏了23万，法院判银行全赔。大家都知道吧，以往这个你到银行去银行推荐你买这个理财那个理财，赔了活该，算你倒霉对吧？银行说我只是代销，又不是我去理财，你找理财的公司去，找基金，银行不负责赔偿对吧？银行只是说我只是代销这个基金，这基金不是银行的。我们看看这个界面新闻是怎么报道的他说近日
江苏高院发布江苏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典型案例。那这个以后啊，这样的案子就照这个判，这叫判例啊，典型案例。至少江苏省范围内这样的案子就可以照着这个判。这是江苏高院发布的。其中有一起尹某诉某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引发热议。尹某经某银行员工季某介绍购入某高风险股票型基金100万元后，那你跑到银行就本来是要存钱的，对不对？银行推荐你，哎呀，存钱的利息太低了，你不如买这个什么基金，100万就买了这个股票基金啊，说本金亏损23万元。经法院判决，该银行向尹某赔偿投资本金损失23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你不仅要把人家本金赔了，还得赔人利息啊！这不免让人好奇啊，说金融机构推荐购买理财产品，一般都是买方自负盈亏。如果银行在风险测评环节没有尽到适当义务，一般会判银行一定比例的赔偿，这个判银行全赔啊。2016年11月2日，尹某经某银行员工季某微信推荐，了解到 A 资管计划实际上是高风险股票型基金啊。在推荐和后续销售过程中，某银行系统录入了尹某的风险测评，结果为进取型，也就是能够承担一定的风险，积极进取嘛，不是那种叫保守型是吧？厌恶风险型。同年11月3号，说尹某在该银行开通手机银行后，通过 APP 认购了该产品100万元，他是通过手机直接认购的啊，并支付认购费1万元。后该产品发生亏损，尹某共收到回款77万余元，本金亏损23万余元。说亏损期间啊，尹某多次与季某沟通追问，并到某银行营业场所维权，跑去要说法，对吧？是你说这个好的，对吧？赚钱保证不赔，推荐的。2023年8月，原这个银保监局啊，原来的银保监局啊，现在应该叫银监局吧。这个尹某啊，他就向这个银监局无锡监管分局啊举报维权嘛，对吧？他就举报这银行这个在销售过程中违法，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无锡的监管局啊，就给这个尹某啊回复了，对你举报他也给你回复啊，说他就说某银行工作人员季某向尹某介绍 A 资管计划时，未全面充分揭示代销产品风险。2. 某银行向尹某销售了风险等级高于尹某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尹某拿了这个相当于对吧？这个银保监会啊，银保监局的官方就是主管部门的认可，对吧？这个就相当于主管部门的裁定了，对吧？认为这个银行适当，所以这个尹某啊，马上拿了这个之后，就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银行赔偿其投资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损失。最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决某银行向尹某赔偿投资本金损失23万余元及相应利息。那这个银行不服上诉，这个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2审法院呢维持原判。实际上这个尹某能够取得这个官司的胜利，主要是主管部门呢银保监局给他的认定，认为银行适当，那法院的判那就好判了无锡中院认为金融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荐销售基金产品时，应当履行适当性义务，即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的等义务。本案中，银行系统虽显示尹某风险测评结果为进取型，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如电子测评过程记录、签署文件等，证明该测评系由尹某本人独立真实完成。也就是说，你银行没有办法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这个是尹某自己提供的、自己独立测试的、完成的这个风险测试那你银行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民事官司就是打证据不是打事实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好多人不了解你银行你要认为这是尹某自己做的，你怎么证明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个风险测试？银行提证据，你银行不提证据，那就是银行承担不利后果。然后第二呢，
说，即便某银行提交的以某风险测评结果属实，那进取型的客户与暗设高风险产品不匹配，也就是它只是一个进取型的，你卖给他这种高风险的基金，这个股票型基金，那这个就又是错了，不匹配，违反了将适当产品销售给适当投资者的核心义务。这个案子虽然简单很小啊，但是这个为以后的这个投资者、理财投资者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这些你跟金融机构打交道的时候，以往个人跟金融机构打交道都是吃亏的，基本上你很难赢。但是现在你看个人对吧？只要你证据充足，你投诉你维权，你还是能赢的。这个就给了很多这个投资者信心。也就是说当这个裁判呢越来越秉公执法的时候，那消费者对吧？那金融消费者才会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安心，对吧？才敢下场去玩。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你身边有多少个坑。股市也一样对吧？你上市公司，你只要敢财务造假，你只要敢这个虚假信息，对吧？今天跟人签一个40亿的大单子，明天没了，这个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必须全赔，本金加利息，对吧？如果说这个司法也能做到这一点，那大家才敢去玩呀，对吧？是你公告的，你跟人家签了40亿的大单，我才买的，你事后你说你是40亿大单一风吹了玩的，你不赔钱吗？赔了他倾家荡产，那就没人敢这么玩。还有那些假收购，明明是干啥的？干个印刷厂还是干啥的？生产火车厂或者是生产服装的然后他要收购一个算力企业，要收购一个芯片企业，你也不知道是真收购还是假收购，八字还没一撇他就开始公告了，放风。最后说我董事会还没通过呢，股东大会就更没有通过了。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只是我的一个构思。所以说对这些如果采取重罚，对吧？在你出了公告之后买入的，还有你后面被查出来，就是你公布这个订单取消了收购取消了，这之间买入的造成亏损的，统统给人家赔偿，还是加上利息，对吧？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没有人敢去搞这些假消息割韭菜。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这一点能做到他就不愿意做，对吧？大家都知道股票本来的意义就是投资入股，对吧？就是叫证券化，大家有钱的出钱，对吧？把你的资产一买，我占多少股，他占多少股，本质上就这意思完了之后，你这个资产通过运营赚钱了，带大家一起分红，这个是，对吧？这是股市的，对吧？资本市场的一个要义。这样的话，这个资产一盘，我的资产拿到钱，对不对？有现金去运营，大家出钱，它不是贷款，因为贷款还要还，有利息，压力非常大。这个变成股东，对吧？但是在咱们这儿金融消费者进入股市不是为了这个分红而来，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对吧？大家看着是值5块还是值8块，跌到3块咱抄进去，然后值8块，8块钱我把它卖掉，赚个投机收益。真正被套住了炒股炒成股东的，反而被别人笑话。就像那个建功爷叔，对吧？他可没想着去当股东的他本来想赚一把，结果一套10几年，现在解套无望现在对吧，10年新高了股市按理来说他应该解套，对不对？因为现在都已经沪市创了10年新，结果他现在离他个17块钱的高点那差太远了，现在才3块什么人能涨到17块也就是你看指数回来了，爷叔的这个本金回来了吗？对吧？这就是散户悲哀的地方。指数已经回来了你再涨。网上有人说编的段子说最开始炒股只有跌的时候才会亏钱，说后来学会了做空，涨的时候也可以亏钱了，再后来又学会了期权，就不管股票涨跌都能亏钱了。后来说终于学会了期货，说晚上睡觉也能亏钱了。总之这个散户亏钱的路子和亏钱的方式是越来越多就地主家也经不起这么亏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叫人工智能科技兴国，对吧？股市里面要科技股暴涨，我以前就说了，咱们科技企业怎么赚钱还不知道，但是骗子已经，对吧，赚了第一笔钱了，骗子已经实现了把这个叫科技人工智能叫货币化。今天这个1818环境眼报道他说老板花近3万学做 AI 视频，仅获1个赞，这个赞还是他自己点的。说滕女士花了2万9800元
参加了杭州金燕传媒的 AI 老板操盘手课程。他说，内容主要是学做视频的，还会运用到 AI 数字人，可效果并不惊艳。大家看视频啊。他们59块钱的一个课程，教我们实体老板怎么样在线上去扩课。然后交了钱之后，他又说要让我们再交2980块的一个这个钱，说可以线上1个月陪跑，就教我们如何从学这个剪映基础开始，教我们怎么样去拍摄，怎么样去直播获客，都是很基础的东西。罗女士说，交了2980元后，参加了3天的线下课程，地点是在深圳的一家酒店。谁住别墅？谁有粉丝？谁开劳斯莱斯？谁有产品？谁是穷光蛋？来，你们有一个帅哥的，看一下，现在大部分只要有大量库存的，活得痛不痛苦？现场有很多一些氛围，就是引导我们去要再交一个29800的这个课程。然后我跟我老公是想一起学嘛，他就说给我一个优惠价，2个人就是优惠到39800。6月份，罗女士支付了39800元，报名了7月1号到4号的 AI 老板操盘手课程。同一期的学员还有一位滕女士，是在广西做皮肤管理生意。滕女士说，自己的经历和罗女士差不多，都是先买了线上的课程，之后交了2980元参加了线下的课程，之后又交了29800元。我们29800的这个的话，是由老师带着你去手把手的去教你怎么去拍这个视频，怎么剪辑，怎么运用这些小程序，还有他会给我们一个 AI 的数字人，去怎么去说一条视频可以直接转播40-50个账号啊，甚至100个账号，直接就是这样子覆盖。其实上课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一些了，没有了。课后呢？课后我们回去了以后，他就建了一个群，建了群以后他会跟踪你今天第一天发的是这个视频，第2天发的是这个视频，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发。发完了以后我们是没有什么任何流量的。我是班里面是最积极的一个同学，就是他每天给我发了什么案例，然后我就照抄他目前所最热的一个视频，我就照抄他们那个模板，但是没有流量。做了大概多久呢？就自己做1个月。滕女士提供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视频的点赞只有1个，还是滕女士自己点的。罗女士的账号播放量最多的5843，少的只有100-200。她说自己除了发视频外，还会开直播，效果也很差。直播平均在线3-4个，每天辛苦直播2个小时就3-4个在线。你刚才说是没有获客转化的？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是做室内设计的嘛，我是挂了个小风车，就是直播抖音上面的小风车留资，然后1个留资都没有。你讲什么呢？你直播2个小时讲什么？讲就是我的一个设计案例啊，然后有需要的老板可以找我们。你其中使用了什么他教给你的方法来直播？他说要下钩子，然后找到痛点。对，你用了什么钩子？你怎么下钩子？就是99%的用户都不懂装修设计。我觉得这个课程其实也不至于到那么贵，29800还不到，不值这个价格。在上课的时候他们讲你回去100%会有获客，然后呢你按照我的100%有3倍的业绩提升。我没有啊。合同里有体现吗？没有啊。找到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里的经验时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不同意在公司采访，把一行人带到了室外。因为是这样的，他们是交了钱以后去听我们的课，听完课以后呢，他也陪跑了将近2-3个月嘛，是不是？然后呢，时间肯定要，举个例子，我们教了，你要去做，做完以后肯定有结果的。我们不是说没有结果，有很多的学员已经出了很多的结果的，是不是？那同样的，一个老师教肯定是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学生的。那差一点的学生你跟上，只要继续认真学习，一定会有结果的，是不是？他们现在主要想表达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交的这个29800，包括39800，还有甚至更高的这个钱啊，学到的内容他们觉得不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实操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有所谓的转化或者说获客啊，就对他们来说，其实学了之后没有用处啊。首先第一个，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不值是不是？我们在卖东西的之前，是不是把价格先说给你们听了，对不对？买完以后你感觉不值，你可以去走我们的什么诉讼，这是第一个，对不对？
那第二个，你听完课以后，你去执行，执行没有结果，是不是？第一个，你可以拿出你自己执行过程的证据出来。在双方签订的 AI 老板操盘手合作协议中，并没有涉及到培训成果和获客转化的条款。此外，协议还约定，培训现场培训内容禁止以任何形式在公共媒体平台分享。若需要将培训内容在微信朋友圈等非公开社交平台分享，需要得到公司的同意。我们这课程是开了3、4年了，是不是？也不是说他们是第一批客户，也不是最后一批客户。因为上面有收到学员来闹，你们就是同行诋毁，他们跟我们这么解释，知道吧？每次会场我们学的时候，很多人来带起警察来闹。这些人不是同行，反正对吧？这些人不是同行。那我们就现在就研究这些人的事儿，对不对？那这些人他们觉得花了这个钱学了你们的课程，但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沟通协商一下？他们这个事就很简单，已经闹到这个程度了，我就说。走那个法律程序，法院就这么近，就该起诉，该那个报警也报过了，起诉没做，那就去走起诉路线就好了。实际上我倒觉得啊，他们这个3万块啊，还有4万块没白交啊。这个虽然他们交的目的是为了学这个 AI 做视频，这个不行，但是交了这个钱，它起到别的作用，把脑子治一治啊，起到一个吃一堑长一智的这么一个作用，只不过这一智啊成本有点高啊。如果他不反省的话啊，那就吃一堑，他还没长一智，那这个钱才打了水漂啊，对吧？如果他吃了一堑长一智，哎，收获了这一智也挺好。完了就是这一智成本稍微高一点，那也无所谓嘛，他有钱，对吧？这个为智商买单呢，对，提高了自己智商，这个智商是无价的，所以你不能，对吧？非得说3万5万就是贵了，不一定啊。吃了这一亏啊，你以后说不定啊，一个500万的亏你就躲过去了。那你说你这个2万花的值不值？我想啊，他们以后对吧，只要积极的总结，对吧？那以后像这种500万、1000万的亏，他可能就不吃了。你看看，避免了多大损失啊！最后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果然有点飘了啊，最近恐怕赚了不少啊。胡一进老师他在微博上他发了一个博文啊，他说啊，大唐历史上有过安史之乱，没想到1000几百年后又出了一个安史之乱。如今的安禄山名叫荷兰，什么意思呢？就是荷兰不是这个临时啊，他是剥夺了这个安氏半导体的这个管理权吧，应该是这么个事啊。这个安氏半导体啊，它是这个文泰收购的，我记得当年收购的时候好像就一波三折，后来收购成功了。但是这一次呢，荷兰呢也不知道受什么刺激啊，主要是这个也可能受这个特朗普的影响，他以这个安全呢为名，把这个安氏半导体这个控制权呢拿过去了啊，以安全为名啊，它不是所有权，是控制权。那这个一下的吧，那本来是这个是中国的企业，中国收购的企业，中国就失去控制权，就是文泰啊失去控制权，这下就麻烦了。但是这个安氏半导体啊，它最终啊，它生产的这个芯片啊，都是卖给欧洲那些汽车厂商，但是它这个封装啊，应该是东莞吧，就是它封装反正在国内，芯片的封装，那现在就是互相卡着脖子的，哎，你那边不给我控制权，我这边不给你封装，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导致啊，安氏那它芯片在那边生产完了之后没地方封装，然后那个就没有办法向欧洲那汽车厂商供货，这导致整个欧洲啊汽车产业链恐怕要发生变动。胡鑫老师把这个叫做安氏之乱。胡鑫老师说啊，说安氏之乱没有打到我大唐来，却一把火烧了欧洲。荷兰妥妥的搬起石头砸了欧洲的脚。欧洲汽车厂商据称短则1周，长则数周就可能面临限产甚至停产。胡鑫老师很开心啊，说他说哈哈，他们总想防范来自中国的风险，但这一次荷兰发起的安氏之乱把他们带进了沟里。别惹大唐，这里信奉 C 远必诛，而我们这次还没有诛谁的份上，就是如荷兰一来一去的，他们就受不了了。老胡认为中国绝不能对荷兰做让步，他们开了一个对中国收购子公司强行夺回管理权的极其恶劣的先例，必须让他们撤回荒唐决定，当众栽个大跟头，说得让他们铺红地毯，把中国高管请回去，要让他们牢记这个教训至少20年。
我也不做评价啊。总之，胡金老师是不是有点飘啊？这个可能是股市赚了钱了，开始画红线了，开始教有关部门怎么做事了。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大俄的梅德韦杰夫啊？每天早上早酒一喝就开始教普京怎么做事。这胡金老师啊，还是要小心点，不要太飘啊，太飘了，对吧？加德老师就是下场，不要乱画红线，好吗？对吧？你这红线万一直接就画到人脚上，那是对吧？也不长眼，又得挨铁锤。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